劳动部公布工课场所性骚扰案件的通报系统实施1档的统计结果，去年拢总有1577件通报6成案件成立。另外，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法通过了后，有要求这头家主管机关得要提供被害人的心理咨商、法律等等者的协助。不过，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，目前这各项的资源是拢真分散，建议要合作甲整合。2023年，台湾出现一波 MeToo 运动，也对受害者经验内底看到性骚扰欠缺正式受害者的支持系统。嘛，因为 MeToo 运动促成性平三法的修法，劳动部伫去年3月建立这场性骚扰通报系统。根据统计，113年度新诉件数计共1577件，女性比例占88.6%，成立的件数有949件，占60%左右。劳动部表示，修法过了后，有加重对雇主或者是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。因必须要提供被害人心理咨商、社会辅助的资源。性骚扰这个调查，对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这个惩戒之外，应该还要在就是提供或者是转介被害人一些心理咨商、医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必要的服务。现代妇女基金会观察劳动部的统计，最近1年捌伫这场拄到性骚扰的女性大约3.6%，其中有提出申诉的大约1.2%，预估申诉量应该要有4万多件。不过实际透过通报系统申诉的人真少，基金会表示，真侪人要是会惊通报了后伫工课上碰刁难，所以选择偏向网络刷刷去。另外，基金会也观察到，目前这场性骚扰煞无通比较一般公共场合的性骚扰事件，有统一的单位提供资源的资讯。现在目前性工法的部分的被害人不是这样子，他必须得要奔波在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窗口里面去寻求资源。你想想，发生一件事情之后，你要联络5个单位，然后5个单位对你来说能不能提供服务，都还是保持一个就是不确定的状况下，对你而言，这个服务资源是好用的吗？一定是不好用的。因为目前的资源四散伫各单位，对被害人来讲，需要一个直接是真无优先的做法。基金会呼吁劳动部通考虑建议社政和劳动部门合作，整合这寡提供予被害人的社会服务，建立更较完善的支持系统。记者张家佳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